這幾天哦，天氣是真燒熱，各地嘛出現37度以上的高溫。也毋過氣象署是表示講，今年第6號風颱像比早起8點已經形成了。雖然是未直接影響台灣，也毋過佇後禮拜1到拜2是上晚近台灣。受到風颱外圍環流影響，北部跟東北部會開始落陣雨。禮拜開始，北海岸甲東部嘛出現大雨。27早起8點。菲律賓東邊太平洋的海面上，今年第6號風颱像蜜已經形成，目前是輕度的風颱。氣象署表示，對台灣的影響主要是外圍的環流。風颱在6月初1上晚台灣，受風颱外圍分下的影響，後禮拜1到拜2，北部甲東北部會落陣雨。禮拜開始，北海岸甲東半部也會有大雨。這個颱風它未來預計會先朝西北方向移動，來到琉球南方海面之後，開始逐漸北轉。所以可以看到，大概在6月1號前後，颱風預計會來到相對離台灣比較接近的一個位置，但預計在後期它就會北轉之後，再往東北轉向，離我們遠離台灣。氣象署表示，拜3到拜4天氣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，這2天要的是真燒熱。東南部可能也會有火燒風，到拜5天氣才會有轉變。明天北部地區晚上就有機會降雨幾率稍稍的增高，開始有一些短暫性的降雨出現。而在後天，也就是禮拜5，中部以北、東北部地區白天就會有一些短暫陣雨或雷雨的一些情形。而中南部地區整體來說，上午可能還是比較高溫炎熱的天氣，但中午過後就容易出現午後雷陣雨。氣象署指出，離到全台各地可能攏會落陣雨，30中南部甲山區可能會有西北風。若這2天佇金門甲馬祖可能會有濃霧，也是低雲，提醒民眾要注意。記者郭友基林小凱台北報道。